继续来看这件新贵认证的政车，伫台湾就路执勤。咱的警察伫第一线面对着歹徒强大的火力，打来有上新的配备咯。电影《新贵认证》内底，公入去查扣的迄台特种的装甲车，警政署保育总队去年是骗2000万的预算来购买，已经完成所有的课程。这台装甲车今仔日正式来现工，开始执行任务。 夜长穿伫街路的皮车，唱笑歹徒火力真强。因为警方若要掠时，本身甲民众安全拢会考虑再三。即卖特种装甲车加真安全。装甲车直接弄破铁门入去救人，为安执勤是精英中的精英，训练有素的警犬队反恐打击犯罪，第一线任务就交因。 全台湾头一台连海式的装甲车是警政署保总队用反恐名义编2000万买，高规格配备会使载10个人，夜间有稳别功能，作战无分美人。重大火力的这些暴徒，我们可以用这一部战车跟我们的反恐精英部队结合起来，安全、迅速的、有效率的给予压制。 电影《新贵认证》就捌出现过这台装甲车，因为这是美国的警方标准配备的反恐的装甲车，有40米的装甲，还佫有外装玻璃，嘛会使当机关枪，车底油箱有风泵，链啊风弹，规台车的乘客有13个。今嘛警方执行任务有更较强的靠山。